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趨勢科技香港澳門區嘅業務總監陳振東。趨勢科技成立已經超過35年，係全球資訊同埋網絡安全嘅軟件公司，致力提供安全數碼資訊，保護全球企業同埋個人嘅資訊安全。香港被譽為國際金融中心，最常見嘅威脅對象當然係銀行啦、金融企業啦、唔同嘅電子支付行業，佢哋面對每日都有嘅網絡釣魚、勒索程式、供應鏈攻擊、物聯網風險同埋人工智能嘅生成內容風險。近幾年大家都好關注嘅就係人手短缺，趨勢科技提供咗唔同嘅方案，包括 Trend Vision One、XDR、雲端防護、用戶端防護同埋電郵防護。Trend Vision One 提供一體化企業保安平台，將多種資訊、保安工具整合單一平台，簡化保安管理，減少因為工具分散而造成漏洞。利用人工智能同埋領先嘅威脅研究，提供全方位嘅預防、偵測同埋回應嘅威脅能力。第二，擴展式嘅偵測同埋回應嘅技術，幫助企業更有效咁管理網絡風險。第三，支援多元混合 IT 環境，能夠自動化協調工作流程，提升資訊保安嘅營運效率。第四，專家資源同埋託管服務，唔會因應企業技術人員嘅不足而忽略安全。我哋非常重視技術嘅創新，每年投入大量嘅資源去研發。多年，我哋攞咗700幾項嘅專利，保持資訊保安領域嘅領先地位。我哋喺全球擁有超過7000名嘅員工，喺生成 AI 同埋新興技術嘅應用資訊保安領域投入大量嘅研發資源。趨勢科技有全球威脅研究網絡 Trend CDI， 多年持續收集同埋分析最新嘅威脅情報，確保產品及時應對新興嘅威脅。過去資訊保安嘅工作主要都係防範黑客，但其實黑客最終嘅目的都係數據本身，正正就係數據生成 AI 嘅核心。呢個改變咗資訊保安嘅架構。我哋必須要企喺數據嘅前面提供保護。另一方面，亦都要確保人工智能本身嘅安全。所以利用 AI 嘅技術嚟保護系統、數據，免受網絡威脅同埋佢嘅潛在風險。所以我哋 Trend Vision One 嘅平台新增咗 Trend Cybertron， 一個專為資訊保安設計嘅大型語言模型，主動咁預測同防衛網絡攻擊，預測需求、預判風險，提供更智能嘅威脅政策，同埋加強回應，提供具體可行嘅建議，幫助企業管理資訊保安嘅風險。但係到今時今日，人工智能嘅年代，我哋嘅內容分析同生成 AI 需要理解同產生內容嘅運作邏輯要一致。呢個係我哋公司發展 AI security 嘅競爭優勢。我哋亦都會繼續擴展全球威脅情報網絡，利用嚟自2.5億嘅感測數據、35年嘅經驗、700幾項嘅專利，提供更強大嘅資訊保安防護。我哋好有決心，亦都有明確嘅計劃，強化趨勢科技喺資訊保安領域嘅領先地位，致力為企業提供更安全、更高效嘅網絡安全解決方案。